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本港朝早嘅氣溫普遍下降至10度左右，比起尋日低5至6度。而下晝部分地區嘅氣溫回升去到大約17度。咁轉睇下，11點鐘氣溫係13度，相對濕度32%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、霜凍警告同埋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天晴，非常乾燥，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0度，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7度。咁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。上海天晴，北京、首爾天晴，東京天晴。巴厘島落雨，雅加達落雨，新加坡落雨，吉隆坡雷暴。曼谷大風，胡志明市驟雨；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驟雨；奧克蘭驟雨，惠靈頓驟雨；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洛杉磯天晴；紐約明朗，多倫多芝加哥落雪；羅馬天晴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法蘭克福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